哦，您好，请问要去哪里？啊，你好，将我要去哪里？啊，你好，将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到圣心车站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我要去圣心茶条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我要去圣心茶条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到圣心车站是200元，和跳表差不多价格。哦，去圣心茶条是200元，同跳表差不多价值啦。哦，去圣心茶条是200元，同跳表差不多价值啦。哦，好的。欢迎您到圣心车站，这座车站的历史超过100年。啊，好啊。欢迎来圣心茶条，也茶条嘅历史超过100年。啊，好啊。欢迎来圣心茶条，也茶条嘅历史超过100年。融合欧式与日式的结构建筑，也曾经是我们台湾纵贯铁路的最高点哦。融合欧式同日式嘅结构建筑，透过和喺外到台湾纵贯铁路嘅最高點哦。融合歐式同日式嘅結構建築，透過和喺外到台灣縱貫鐵路嘅最高點哦。哇，我開始期待了呢。附近是不是有個龍騰斷橋呢？哇，我等唔在了。誒，附近呢係咪有個龍騰斷橋呢？哇，我等唔在了。誒，附近呢係咪有個龍騰斷橋呢？是的，龍騰斷橋也有100年的歷史。經歷了2次台灣中部大地震。嘿呀，龍騰斷橋沒有100年嘅歷史哦，渡過2擺台灣總鋪大鐵桶。嘿呀，龍騰斷橋沒有100年嘅歷史哦，渡過2擺台灣總鋪大鐵桶。留下來的斷橋歷史痕跡很有意思哦，留下來嘅斷橋歷史痕跡當有意思哦，留下來嘅斷橋歷史痕跡當有意思哦。哇，真的很有意思，那我一定要去。考車黨有意思，今晚一定要去。考車黨有意思，今晚一定要去。那裡還有台灣第1座的鐵道自行車，嗰位還有台灣第1座嘅鐵道自行車，嗰位還有台灣第1座嘅鐵道自行車，歡迎您去體驗啊，一定很好玩。歡迎去體驗。聽咗等候告。歡迎去體驗。聽咗等候告。等下你就可以從聖心車站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等下你就坐得對聖心茶條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等下你就坐得對聖心茶條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這個自行車很特別，是綠能創新的，可以用電池回充。呀，自行車當新色咯，係2年創新嘅，做得用電池嘅滾轉翼。呀，自行車當新色咯，係2年創新嘅，做得用電池嘅滾轉翼。哇，這麼酷啊！硬體上的安全設計也做得很好。哇，按新色咯。硬體上嘅安全設計咩做得當好。哇，按新色咯。硬體上嘅安全設計咩做得當好。有 GPS 定位跟自動語音導覽，有 GPS 定位同自動語音導覽，有 GPS 定位同自動語音導覽。到舊山線鐵道沿途會經過3座鐵橋和8座隧道。鐵舊山線鐵路軌路會經過3板鐵橋同8隻龍。鐵舊山線鐵路軌路會經過3板鐵橋同8隻龍，相當值得去體驗哦。感覺很棒哦。相當值得去體驗看啊！哇，吃到懂站呢。相當值得去體驗看啊！哇，吃到懂站呢。哦，到了，這邊就是聖心車站。哦，到了，這位就是聖心茶條。哦，到了，這位就是聖心茶條。哦，謝謝你。祝您玩得開心。愛知些。好，仲聊來爽快哦。愛知些。仲聊來爽快哦。